嘿，喂，咁早嚟報班啊？呢度唔收身啊？唔收？啊，我喺度操緊嘢啊！你唔記得我話要同你 roll 一轉咩？我仲未應承你啊。咁我而家再問你報唔報班啊？我想問你啊，柔術同變強嘅嘢真係要用好多年去操㗎，你有興趣咩？有。嗱，先講依家，即刻報堂就最直接㗎啦。但要留意返你時間夠唔夠，放工溝女時間又要配合返。變強需要準時、勤力、體能、外在誘惑對你嘅影響，再加埋飲食、作息互相配合。經過自己記錄嘅每一日訓練資料，逐樣去教。你班柔術朋友幾犀利喎！如果我自己去訓練，我都可能冇撚晒時間。你自己各方面平衡已經做到最好啦，簡直係冇得再好啦。估唔到變強咁撚扯，始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極限。我相信你啲時間遲早滿足唔到你啊！溝少條女咧，我淨係中意溝女啊！講你仲報唔報班啊？下個月啦，可能再下個月，要咁耐咩？你啱啱話你仲操緊嘢，仲唔操嘢？喂，條撚樣報班啊！睇撚到，呀！